头前安行，我一遍吼，看咱大家迄个感觉是安尼，是不是无声？老安。哦，听这泡泡声，感觉有够好，这声音够水的。哎，这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吼，这个是爱的赞美，爱的泡泡声，互咱爱的开始。咱头发来到遮的时阵吼，互什么会先去应着呢？咱的那个什么颐和堂迄个公园吼，个安尼去的时阵吼，上一次去年吼，头发会记一个去年，就是讲去年咱来遮的时阵，有足侪前协会员讲，来到遮哦，拢讲唔知影遮哦，唔知影遮，我也无介绍遮，所以呢，互我讲吼，来到遮。如果也无甲大家介绍吼，那想顶年无来哦。人讲去福州的高山无去过，顶年无去。来到咱的迄个神元山庄来颐和盛堂吼，无带你来游览一下，嘛顶年无来，但是，哎呦，你大家看到无？因为大家感觉足文静吼，这个袂记真哦，好可能跟小学生在讲话吼。上课拢跟小学生哦，所以迄个袂记真拢当做大家拢是迄个吼。赶紧，今仔日你的放下你的年龄，安怎讲呢？今仔日咱完全是联谊哦。那联谊的话吼，你看咱节目表，大表演，咱后壁表演人员比咱在座较侪人，真欢喜呢。要来表演哦。所以咱同学咧想讲吼，因咧表演的时阵，咱嘛爱表演。但敢看人表演，所以咱表演就爱哪呢？咱爱来彩排一下，特别爱来彩排。怎彩排呢？这个普话声有哪有功夫啦？唔通想咧拄则安尼吼，哩啦啦，嘶安尼吼。咱是前辈奖呢。哇，即摆你安那后壁表演拢是咱的表演之秀哦。所以你普话声拍了无用心，拍了无用力，拍了无大家迄个赞美的高管度吼。后一遍，咱的办的联谊会要请出来，可能伊会我去哦。阿伯、阿公、阿姆哦，这哦，事拢也无甲我拍拖啊，声音拢无够大声，所以吼，这有人爱彩排，有人爱彩排。因为利用未开始时阵吼，先爱来开场来讲遮啦吼，开场来讲遮，无先讲吼，等下吼时间头前八只又了咧，所以爱先甲抢起赢安尼就对啦吼，先甲抢起赢安尼。所以呢，咱拄开始。拍火爱有功夫，即个有一个新的拍火方法吼。咱通常拢是甲拍火来，咱来拍一个。我莫讲哦，我无1、2、3的来咱拍看卖啊，拍看卖看有默契无来拍看卖啊。拍火有功夫呢，就拍手功呢。不对，这拍火的功夫好像有的人真无标准哦。所以呢，咱的迄个一贯道总会台湾省分会台南县办事处91年会员联谊会活动开始，全体起立，恭请主席就位。全体向苏联城进行30公里，鞠躬，再鞠躬，3鞠躬，
各位贵宾，咱新副主任委员、诸位委员大家，咱各位敬爱的会员同修，大家早安。早安。今日是咱一贯道台南县办事处一年一度的这个联谊活动的好日子。咱大家呢，来到这个庄严华丽义和圣堂内，感谢着咱陈家大德，咱州府秘书的这个准许，让咱在此金碧东方的这个圣殿内。来举行着联谊会，这是何等自在安乐！更是咱感恩老母的慈悲，感恩咱祖师的风烛，感恩咱慈恩无敌，使互咱在修道的当中，也有这个联谊会节目。这在过去呢，青阳甲红阳啊。而这个修道上呢，是所无的名词。这个是代表着多赢、民主、自由的思维、教育、多共伙体，是咱兄弟姊妹历史修来的因缘，也是托着咱祖师的这个德行。在2500年前，咱祖师在世的时阵，就甲咱呼吁，伊甲咱呼吁啥物呢？以未来应运天盘，修道者毋免来的时阵穿袈裟，咱今仔敢有人穿袈裟来拢无哦，嘛毋免逐日着带三钱打坐，嘛毋免早暗逐日咧上经啦，哦。所以呢，互咱在这个时阵呢，这个凡夫中住伫火体内呢，逐日呢真快乐，安尼伫遮来过着这个好的日子，所以大家你甲看来到遮今仔日呢，拢晒海呀，晒海呀，穿西米咯，所以呢，这是真正互咱真注意的时候，这就是咱祖师的风烛台湾。伊甲咱讲，不过呢，虽然呢无修贤，无上经，但是呢，咱的时阵呢，爱有修这个五戒，咱爱有修五戒，所以呢，这个咱祖师爷伊是即款的时阵，大慈大悲的宏愿啊，早就甲咱讲出来，做一个有言，咱今仔日呢就是实现，所以呢，让咱在咱家庭内。在社会上会当来度着咱快乐修持的日子，来创立了新的一个时阵呢，修行的一个生活，互咱在家出家，做一个修行的典范。所以咱经常呢，我嘛捌咱咧笑，大家嘛捌咱咧讲咱的时阵呢，万家敬会，万家佛。你甲看卖，咱现在全世界，我嘛1万斤超过啦，佛堂。所以咱检经的时阵，就是哪万家敬会，就是表示了咱今仔日的世代应运事实，就是伫咱火体。迄个敬会，咱一般咱即摆拢点电灯啊，你到底点敬会，敢若咱道场有尔，道场有在点敬会。所以这就是咱祖师爷遐尼慈悲，2000多年前就甲咱讲落来即个宏愿安尼，所以呢。咱拢是哪托着咱祖师的这个德行嘛，祖师的德行，咱大家较有这个照的机会，所以呢，万家敬会呢，会使讲的是阵万家佛的新的时代，咱联谊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哪要来互相联系、沟通交流、认识友谊、团结一体的这个活动。互咱会当安尼时阵呢，心心相连，双手呢相牵安，来欢乐相和。在小的方面来甲讲呢，就是咱人与人的相处。中间来讲呢，就是咱伫国祖坛内部团结的相处。
讲更较大方面呢来讲呢，就是伫咱的时阵呢，这个分会、支会、办事处、省分会、总会、联谊的团结，在伫这个不常的时代内，咱面向社会各阶层，在这个世界上呢，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因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礼仪，并需要咱透过这个联谊了解来实现人心和祥。联络情谊就是咱团结的开始，也是由小同义尽大同的一个事。所以今仔日呢，大家伫这个遮尔无用的百忙中，抱着欢喜的心心来到了咱聚合圣堂，咱拢是哪一家人，拢是一家人，来相助一起，互相来欣赏特技。咱今仔日呢，这个节目真精彩。今年打个办哦，办落较精彩咧，咱后年呢，咱的会员较愈侪人来参加啦。所以这个节目我伫咱上侪看就知影，这时就是要来开始啦有特技的表演，特技的表演，要有相声、相声，要专业的歌唱，歌唱唱歌，还有广播队，广播的这个还有会节。所以呢，这大家呢，安尼一齐同乐，有艺术啦有艺同乐有艺啦这个联谊活动，这是何等的安详，较有意义的事就对啦。最后呢，我恭祝咱联谊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的光临，感谢大家。我们谢谢我们的主任委员曾点安师听你的曾点安师慷慨高昂的声音那么揭开了我们今天早晨那一种气昂昂雄赳赳气昂昂的气氛的对所以今仔日的活动咱真活泼。那今仔日呢，咱嘛有一个贵宾一个真重要的贵宾这个贵宾是什么人呢？也就是咱一贯道总会常务理事，也是咱的周副前人。周副前人呢是咱的真大贵宾，嘛是这主人呢，所以呢，互我讲一定爱请伊来甲咱介绍遮这么美好的所在，互大家安尼如沐春风。所以伊就咧掌声来欢迎咱的贵宾，就是咱的这主人，我们的周副前人，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曹理事。咱主任委员以及新副主任委员，各位一贯的台南县办事处各位委员先生。各位会员、大家前人，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咱各位前人大家，这次会当在莅临，来甲咱考教，互学代表咱宜和圣堂全体亲。第12万分的感谢和敬意，谢谢。咱各位前人，今仔日咱大家会当在这处，伫咱这个宜和圣堂的这个所在，大家来相助，完全是咱上天老母慈悲，咱老祖师爷皇族。以及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大德，甚至过去的前人、大家的这个付出，
甲咱扶持。那么今仔日，咱是91年度中华民国一贯的台南县办事处的这个联谊活动。那么过去秉承咱过去这个咱台南县王主任委员的这个努力，几年来的这个甲咱牵成来举办了真侪的这个活动，袂使讲使我咱台南县的这个办事处，拢会使讲伫咱一贯的总会台湾省分会拢是非常的这个有成就，所以受到咱省分会的这个主任委员以及咱一贯的总会甲咱大家肯定。尤其呢，咱今年这个咱主任委员来这个叫做承办，会使甲讲是咱大家今仔日真正荣幸的一个好的咱这个台南县的主任，因为咱主任委员呢，伊是对着咱一贯道的这个推行，会使甲讲非常的诚心，也非常的自卑。无管讲是在伫咱联谊方面，或者伫教育方面伊拢过去受办到真有这个经验。所以相信讲咱台南县办事处会当即次换咱主任委员来甲咱领导相信讲咱今后咱的这个活动或者教育一定来办会搁较好。那么，咱今仔日会当讲有遮尔济的这个老师以及咱的各位检验师、各位主任委员、各位委员先生会当来参与这也会使讲是咱天文事业，也希望讲会当透过这个因缘，伫咱各组线互相会当了解，希望咱各组线在这个修办道的历程会当大家更加搁再团结在咱今仔日都为一书之道、一母之子的这个情况下，会当大家相辅相成，使我咱各支线的道路会当搁再欣欣向荣搁来更加搁较发展，会当搁再共同来团结，互相的这个弥补不足，使我每一个支线拢会当真正会当来促进这个世间咱这个人类的这个和平，甚至会当使我咱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会当净化，会当真正来完成咱老祖师以及咱师祖师母以及咱老母娘的心愿，就是讲会当普渡三途，会当救度咱所有的这个兄弟姊妹大家同登平安。这也是咱无极老母以及咱老祖师、师祖师母，咱的老前人咱各位大家的心愿。所以今仔日互借这个因缘来敬祝咱大家今仔日咱这个联谊法会会当大家非常的圆满来这个所在互而且甲咱大家做一个补添，因为真侪搁不足的所在，可能袂当真周到希望咱大家多多指教多多包涵因为本来有讲要用买水互咱各位，但是因为讲无遐多所以但是也无当摕伫裤骹，咱想较歹势所以因此咱有想要食水咱两边拢有这个阿乌的这个水咱拢会当用所以而且咱互较而且甲咱各位做补添
不足的所在，咱都包含。那今仔日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咱大家会当呢来参观咱今仔日咱一贯的台南关办事处所办的这个活动节目，会当大家非常的欢喜充满，大家非常快乐。谢谢各位，谢谢。咱做有钱人吼，足客气吼。因为伫9月15呢，就是咱遮的落成的日子啦吼。咱大家吼再一次吼，热烈掌声给恭喜一下。我们一同盛场吼，也今后的周记。这个周记呢，拄则咱的有钱人嘛足客气的吼，咱甲分享一下，咱后续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伊讲，要互咱台湾更加团结，社会更加和蔼。就爱开始净化人心。但呢，然后呢，就是讲没有暴力，只有和气；没有苦脸哦，没有哭鬼面，哭鬼面，我嘛袂晓经的吼，因为阮囝逐工日来，阮甲讲妈咪笑一个，我笑到毋知影要安怎笑吼，所以我嘛毋知是叫哭面吼。没有苦脸，只有笑脸；没有争夺，只有付出。付出啦吼，即摆学台湾话讲较久啦吼，所以讲名家己起来啦吼，大家都原谅安尼啦吼。愿意付出呢，就会安那，不要伊食互你药，就会愿意付出的人，就会真杰出。所以呢，相信咱义和盛堂这些前贤哦，跟包括在座的，还有没有来的道亲前贤们，都是相当的杰出，给大家恭喜一下。可以哈，好。还有一点因为我们在会务报告时间还没到，我们目前人很客气，所以时间留给候选就再一次介绍。我们讲到那个弥勒园，弥勒园你一进去有一个曾前贤，特别给候选介绍。那如果没有跟候选介绍的话，讲实在话，你一进去，你可能感觉只有很舒服，去看呢，咱讲借物言道，看到每一个东西，你可以想说，这些意思，我感觉我嘛真有智慧呢。伊甲我讲的时阵，哎呦，那是啊契合我意安尼啦吼。甲你娱乐一下，拍拍一下，谢谢。一进去的时阵咱就看见咱的弥勒校园咱的弥勒佛笑嘻嘻的，所以呢，印证了一句话：没有苦脸，只有笑脸然后呢，伊个讲尽心第二天迄个尽心第二天4字中间迄宝贝呢，你等下互咱义和盛堂请完请食饱去外口看的时候，你爱你翕一张相，迄张相你一个人变2个呢，3个变6个呢，不简单有投射作用，迄个是金矿石，迄是菲律宾的道亲一桶静置的，所以你要踩当香，你翕相起来的时候，它有一种晚色，前面很光面，后面你感觉到有点锈金的，那是金矿石然后各有种什么货呢？各有种足特殊的你买用心看有种内方外圆，内方外圆顶管伊内面有一个四角4方形，然后上面写一个勾，你摕纸甲笔笔来写一个，你纸甲笔，你有纸甲笔无？你会拿纸写一个伫迄个你有一个4个勾小小的4方形在内底，然后上面写一个勾哩。下面写着知足为足我们走马旁来走，有没有？然后呢，右手边写什么？吹布，一个吹布，一个吹布。然后呢，边仔呢，写着诗期试用一诗，有没有？听你叫什么话？有人写出来无？他有4字，念出来主办单位、主任委员有没有礼物？念出来有礼物无？来，有礼物，念出来有礼物，有人买了无？伊即阵时间还袂到，10点你就会报上时间要抢先有念出来无？举手，有无？有前贤，前贤来，迄是用，
个地方都相当棒。那还有呢，有6尊的很自在的小孩子的像，在那边睡，在那边睡来睡去，姿势都不一样哦。睡了，其实那一捆的鞋想在主人的哈。那我们常常讲说站如松啊，卧如弓啊，或者说然后走什么如风啊，然后坐如钟。但是伊他那4大威仪里面他没有，他很自在，很自在，也很自在。所以我们付钱人好像改和别的东西那样，不净除，那不净除。他说去到那边的时候，你那个不净都会消除掉，都会消除掉。那还有什么？我儿子会很喜欢的天线宝宝哦。那个天线宝宝呢，就是什么？那天线哦，那意义涵盖真多哈。来，我给你科长打给个二号 ，UK， 来，问咱大家 UK 什么意思？这较困难哈，这较从小我听到哈，那边 SPT。嘿，我们那个张老师哦，在那送表表哈。这个囡仔是安尼讲，你有时你听无？然后呢 ，LKK， 老看你啊，你讲你是谁都该讲的这。那伊天线宝宝内面呢，就是讲硬核的1世代，像我对他说 UK 就是 UK， 这个 UK 的呢看 UK 呢所以这个囡仔你讲话你也无集中听，用心听你互伊背起，还都唔知影呢，真的呢。那我听我妈讲一句话讲，你互背起，你帮人算钱，你搁笑到欢喜甲呢。这个人讲你食老公经验真好，这个囡仔头脑比你搁较巧，所以要用德来甲熏陶。这是安尼，去到那边真的要看。还有一个洗心池，有种洗心池，我头脑袂歹安尼看我实在厉害洗心池听讲是用红后山看迄个水来调节。那如果以水压够的话，它自己会流到前面来。如果水压不够的话，它会用那个马达来帮忙引导过来这边所以呢，还有它那边有什么莲花？听说啦一年断续会开250种的花，所以我给你介绍单呢你得心花怒放的嘞。等下讲看大汉紧的食饱才冲去底下家己去烧大家注意安全啦要把客做伙啦东西尽量真的很用心，所以我们到那边能够借物言道，万物尽观皆自得我们去那边看的时候，你发觉每一个东西，每一物呢，都能让我们洗心涤虑的。接着下来说了下去，听上来结果一定诡异对不对？工作报告，这工作报告就是咱的殊荣为什么？那个是在载着那些各位委员各位前贤努力的成果报告，所以那个成果展现由我们的执行秘书李秘书来为我们工作报告，我们各位掌声。再一次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秘书。各位委员、贵宾、各位委员、各位敬爱的友亲，大家早安。早安。感谢咱各位前来来迎在。真早就由各单位这个所负责之处，到这个义务县等，我们在这个所在以咱们的这个诚心欢迎咱各位委员、各位委员、各位友亲呢，莅临今个义务县等。那么咱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在这个中央的这个义务县等同在这个，而且呢，这是讲上天慈悲，做事奉主，那么咱私人无敌，咱各位大量来这前辈者，好心的这个经验呢，咱今仔到这个多行球活动。去参加这个修办都各种咱道中的这个议会
那么咱今仔有遮好的这个场地啊，这就是咱迄个娱乐性能陈建仁啊，刘副理事，各位点传师来用这个道亲啊，鼎力啊来配合来建造了这个真正华丽堂皇这个盛况。所以咱啊真正应用这个机会啊，来这个所在举办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台湾省分会台南县办事处90年度这个会员联谊会，那么希望着咱各单位啊，咱参加这个8个单位这个各组线，这个委员甲咱道亲鼎力合作甲配合呢，咱安尼真正顺势来举办这个会员联谊会，所以再次的感谢咱各位，谢谢大家。我这个工作报告啊，做一个4点简单因为时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方式。那么一年咧过真紧啊讲岁月如白驹过隙一闪就过去，真正白鸟出来，软个脚撒一个就过真紧。所以金月征兆果时人呐。果人不见金丝远岁月人生无人随乾隆一代夫人换是一代新人换是。所以咱今仔日这个各单位这个活动愈办起的愈水愈壮所以咱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若较大声起的当然啦，各方面周边的环境啦、经济环境啦，道亲的祭酒啦当然较大声起的当然无像正路尾起的这个金碧辉煌啦所以咱才是真应该咱受到讲到较早较近差真济啦那么我们时间回过出来我们来做这个报告。那么咱台南县办事处啊，这个个人会员甲这个团体会员那么到90年度咱台南县办事处目前有这个会员有8个单位，那这8个单位呢，团体甲个人的拢总是8个单位。那么基础中事，团体会员有3单位3大那么个人会员6个，那么咱法律中的这个团体有25，那么个人的会员有1804，那么宝光重镇团体有2位那么个人的会员有6位，那么这个宝光绍兴有1位，那么个人的也有宝光建楼。团体有3那么个人的有19，那么宝光义山团体有7，那么个人的会员有83，那么兴业呢团体有11，会员有269，安东团体有7，那么个人会员有8，那么上洲团体有9，那么个人会员有10。总共加起来，咱团体有62啦那么个人的会员有507，那么团体甲个人加起来了有569所以算起来无济啦那么希望咱各位委员、各位这个道亲这会员呢等于当拥有鼓励咱这个道亲来参加这个团体啦，甲个人的这个会员。那么这我是做过第一个报告。那么第二报告就是讲咱台湾省分会甲咱台南县办事处一年中间大概办的这个案件啦那么省分会办的这个案件呢，大概是差不多有这个37件因为时间的关系，故事无按一件一件念啦差不多有37件那么咱台南县办事处经办的啦咱经办咱一年以
依照新闻会这个咧推行工作吼，咱办差不多4项代志吼。第一项就是讲咱办2届的这个净化人心吼，这个净化人心这个文化讲座，咱办2摆吼。那么咱办1摆晚会的活动吼，啊，甲咱今仔日91年度11月这个24，咱办这个会员联谊会，所以咱台南县办事处吼，拢有按照新婚会的这个推行的这个工作啊，咱拢有按照这个规矩去咧办。咱自较早吼，咱周秘书助理在王建林领导之下，吼，咱拢照这个新婚会安尼去办。那么咱由这个陈老师陈主任委员在负责领导呢，咱可能依照过往的一款各位这个信息吼继续或者办这个工作。所以咱台南县办事处如果咱一年办4摆，2摆文化工作1摆晚会1摆会员联谊会。那么咱明年度这个会员联谊会，在咱陈主任委员主理之下，可能是咱的办起多地方参访啦，可能会办这个做做这个计划了后，甲同这个委员咱来举办明年来办这个那么第三个这个报告就是讲咱92年度这个工作计划新闻会加分数这个办理的这个情形那么咱第7章起来，这一章里面有这个92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台湾新闻会92年度工作计划书那么咱按照这个新闻会这个规定咱的工作计划就是讲，第一健全我对健全组织系统那么工作要点就是讲发展智慧办事处的组织功能加会务资分的健全建筑，应该办事处会员聚会所以咱有到亲没有参加会员就无参加这个会员的咱就使继续甲应该甲现在参加这个会员那么国际会办事处之会员及会费，也可以自愿运作甲正当的维持啦这第一点，第二点，文化教育工作就是讲宣扬文化道义落实国学推动工作。那么这在国际线各单位有积极的推动，所以咱办事处是配合总会办理社交文化活动，所以咱可能爱办理这个文化活动就是文化工作，即文化人心的这个社会工作啦第三就是团结交流工作。就是推展各组线、各区会办事处联谊工作书籍刊物交流咱大家咱各办事处还是这会员的这参访啦这联谊啦就讲咱今仔日咱应该旅游县中心处伫个楼骹啦楼骹有放一寡。咱总会的这个书刊133字的，要放上个字那么咱各位会员要等于无这本会书呢使到这个所在去摕因准备一寡书籍去的所在那么第4联谊访问就是讲办理新闻会甲市会办事处联谊访问活动这咱明年93年。92年咱会办这个多场访问。那么第5，社会主线工作，透过各组线领导节人推展主线工作，发挥自比精神去办公的事业那么咱新闻会有这个继续去办理92年进在后续服务及志愿服务工作所以咱新闻会甲咱台办事处呢，拢去配合办理这个工作那么第6就是讲业务推展工作就是讲恢复工作人员演习会各项政令组织转达各项报章杂志之相关资料建议
所以咱有关这各项的这工作呢，咱这个办事处拢有这个继续在推展吼。然后咱第三个咱台南县办事处办理这4项呢，互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工作报告，就是讲咱台南县办事处在91年2月27日，伊这个第一次委员联谊会议啦是公上现场。那么第二个讲，这个文化讲座在91年4月13，咱那个讲题就是讲快乐的人生帖啊，演讲者是汪中国电视处这日期在4月13号，迄个台南县新营市这个文化局的这个音乐厅一次的当伊在这个曝光重振的电力配合之下因为伫遐电电力配合之下。有完了真正完成真正圆满那么第三，这个园会活动在91年6月23在这个台南公立台南这个农校这校门口前这个园会活动在各单位，尤其是华语创作因电力配合因去参加园会拢有700个人700个组织，所以因单位最踊跃最多所以以后咱也有办这呢，希望咱各位大家会当踊跃园会一地救人真正那么咱91年7月23第2次委员联谊会在这个公上性举办那么这个第5就是讲文化讲座在91年8月24在这个国立台南国工在这个活动中心举办。那么这个讲题是如何当自己生命的主人这个是由蔡长青蔡博士蔡博士来主讲。那么咱这个就是讲对环境议会咱今日在这个音乐旅游现场举办这是咱新闻会甲咱台南县办事处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工作以上就是讲，咱台南县在主任委员、前主任委员领导之下，各位委员各单位鼎力配合之下呢，咱台南县办这个这个工作。那么这是咱今年度啦咱这个台南县办事处所办理的这个工作办理工作。那么咱每年呢，咱正在这计划啦来这个试办或者按照来做什么活动以后在委员联谊会聚会时邀请咱这个委员来订立对合来策划来拟定这个适当的时间来举办。那么以上是咱台湾县办事处在91年度的这个工作报告。那么因为在咱各位父亲真正踊跃认成咱修道咱应该爱行这个路线咱应该爱如何来配合咱新闻会咱总会使咱台湾县办事处在各机会、各分会、各办事处的这个当中，咱大家做到安尼真圆满这拢就是咱大家即个委员甲这个会员甲咱父亲就是鼎力配合。那么或许呢，在这个所在再一次感谢咱大家会当安尼鼎力配合，谢谢大家。最后，祝咱大家新年健康。相当尽职真无简单执行秘书爱改请问一下因为每一次咱都听着伊在工作报告没有好好的来跟他访问一下执行秘书在这一点才归回再讲。秘啦那是女生呢，那是女生，你是男生。男生或许已经退休了在公家公务员，或许在公务局服务了，是公务约服务我读工程的啦前景伫新营公务山负责新营公务山，然后台南县的公路或许都拢。
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哦，都拢是召回啦吼，这是托上天慈悲啦吼。啊，各位委员、各位高亲诶，点个配合到这个机缘啦吼。那既然我们是公家红南部庙来吃头啊，总也不小了吼。啊，我2年级的啦，啊，2年级。2年级就是20几年次的了啊，对哈啊，将近70岁了。看得出来吗？大家这个也是个第1组啊，第1组啊，因为他这传播界哦，实在有一点红脸了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就是因为他快70岁，我他表达要讲嘛，因为看不出来，保养有风。如果有机会哈，浅浅如果坐他的车，你一定一规条路都袂去迷失，因为这条路伊开的，迄条路伊开的，迄条路伊开的，所以都袂迷失啦哈。你安尼讲，条条道路通罗马，啊一条路的日子完全拢袂，就是咱的金线给我条，这条路一通的满地铁啦哈。所以呢，啊，看到修行是这么的快乐，当然呢，这个时刻是大家也是最快乐的时刻。什么时刻呢？就是休息的时刻。我是大家注意我讲一个，但是宝贝记住，后壁有时间，一个、2个、3个、4个时间，准时28分来遮坐，安尼好不好？好，安尼吼，大家鼓励掌声一下，谢谢。感谢各位打点的，谢谢。我们神户主任哈，文质彬彬，很客气哈。好，我们认识一个了哈，各位有记起哦，看到他袂记啦哈。我们年底联谊哈，主办单位讲吼时间爱伫遐早，我讲吼1年较1年吼，爱抓时间对，但是吼欢喜就好，是不是安尼？好，来，我们第2个点传师，我们的委员。各位委员，各位这个大家好。我姓魏富荣，我富荣府高雄乡，请各位多多指教。我主要是徛伫这个叫个边仔尔，所以希望各位这个以后吼机会呢，多多来这个叫来甲阮指教，谢谢。我们谢谢我们魏富雄、魏点传师、魏委员哈，对不对哈？就是爱看记起哦哈，看到魏点传师的心哈，魏点传师好，好，魏委员好，好来，我们美丽大方又文雅的哈，我点传师板架构，板架构，我改构，好来，我们这里掌声。各位委员、各位委员、各位浅显大德，大家午安。我写的是宝光求证哈，我写的小名姓王哈，王秀燕。那我写现在是住在是住伫烟口伫大湾乡啊，那欢迎今天哈非常高兴看到各位浅显。那嘛希望讲吼，咱有更较侪机会吼，会让大家一起聚在一起，一起联谊。谢谢大家。来，谢谢。来，我们把握时间，这边很多爱好大家帮你掏钱的委员是大米啊，所以呢，你呢利用时间吼来联谊也希望可以来一个，来，大米跟马丁，好来。前人各位点传师各位坛主，各位浅显大德，大家早安。早安。我等一个吼，摆第3面吼，要唱这歌吼，迄个第3条吼，伊听国语片的这个点传师慈悲吼，是7绝啦吼，国语音共款7节啊，7绝，因为这要唱是4条吼，7绝一线有咱。我是宝光玉山吼，就喊吼，我是属于关帝圣堂，我现在担任关帝圣堂的合唱团的团长啦，以上谢谢大家。好，安尼啦，有要表演啦，所以咱那个前到点传师把握时间。跟主任委员公安一的时间准
哦，要互咱下课啦吼，所以吼爱把握时间来请你介绍一下吼，把握时间啊，互大家是知影一个。